痛風急性期發作，好多時會喺半夜又或者醒咗之後，感覺到腳趾公同關節紅腫熱痛。除咗要戒口高嘌呤食物，例如係海鮮、啤酒、內臟、紅肉，仲要飲多啲水。急性期除咗冰敷，亦都可以用藥酒外敷。而痛風外洗方成分有獨活30克、川牛膝、金銀花、桑枝各15克、乳香、沒藥各6克。我哋咧可以先用布袋包好，加入10碗水，先浸20分鐘，煲滾咗之後，再用中細火煲30分鐘就得啦。如果平時冇發作，可以用嚟泡腳10分鐘；而喺發作期間，亦都可以等藥液涼咗之後泡浸，又或者直接濕敷10分鐘都可以。如果想治標又治本，就要先按太白同埋水泉呢2個穴位各1到2分鐘，因為佢亦都可以有一個健脾補腎、活血通經嘅效果。鍾意呢段片嘅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Comment 同埋 Subscribe。如果有咩 topic 大家想聽，歡迎留言俾我。中醫或者身心靈嘅角度都冇問題，最緊要記得撳埋個叮叮鐘，咁樣你就唔會錯過每一段片啦。